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树。今天是2025年2月12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养老金。最近关于养老金的讨论又火起来了，在网上。先是国家宣布今年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，紧接着山东成武县和江西鹰潭市公布的养老金数据，直接让网友炸了锅啊！怎么就炸了锅？他这个数据给出来说，机关单位退休人员每月能多拿7000多。也就是机关单位的退休金大概7000，普通企业退休的才2000出头，农村老人更是只有不到200块。不管怎么说，作为一种养老制度，这种差距那怎么看都像是人为造成的一种不均衡。这组对比强烈的数字，把养老金双轨制这个老话题重新推上风口浪尖。我记得我的节目以前介绍过双轨制，那为什么养老金并轨以后，为什么退休金差距依然存在？什么叫双轨制呢？我们先介绍一下双轨制的前世今生。关于养老金这个，咱们往前说还得说到计划经济时代，那时候所有的单位都是国家的亲儿子，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都是吃大锅饭，退休金全靠单位发，机关干部领财政拨款，企业职工由厂里发钱。虽然计算方法不同，但差距不算太大。就那个时候，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90年代国企改革，当时企业被推向市场，养老保险开始搞社会统筹，要求企业和职工按月交钱，而机关事业单位纹丝不动，就是还是继续按计划经济那一套，继续吃财政饭。这就形成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轨道，体制外的人自己存钱养老，体制内的人由国家包养。最直观的差异体现在计算方式上，企业职工退休金等于基础养老金加个人账户，基础部分按当地平均工资和缴费年限折算，个人账户就是自己交的钱，而机关单位当时直接按退休前工资90%发，还不必自己交养老保险。你看这个双轨，体制内的直接你退休前工资的90%，这就是你的养老金，每个月发。他退休之前他个人也没交，没有从他工资里扣。这就好比自助餐厅和包月餐厅的区别，前者吃多少取决于自己充了多少钱，后者直接享受固定大餐，显然不能适应这时代的发展。这么下去这个财政也不够，所以2024年实施了大手术。这种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持续了20多年，直到2014年国家终于决定改革，核心就是让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并轨，所有人都要交养老保险。当改革就像给高速行驶的列车换轨道，稍有不慎就会翻车。我记得我在以前节目里面介绍过养老金并轨，实际上当时制定的叫老人老办法，新人新办法的策略。什么叫老人老办法？就是2014年前退休的老人待遇不变，就是2014年你都已经退休了，那就按以前的怎么算，现在还是怎么算，那就继续拿高额退休金。2014年以后才入职的人呢，那完全按新制度执行，你就开始交社保了，自己交。中间的部分2014年以前参加工作，但是到了2014年你还没退休，你还在参加工作，这种人怎么办呢？叫新旧制度混合计算。这个方案能通过的关键在于给中人，也就是2014年以前工作2014年以后才退休的这种人呢，设计了过渡性养老金。比如某公务员2000年入职，2015年退休，他就能把改革前14年工龄折算出视同缴费，额外获得过渡补偿，相当于给要换轨的人铺了条缓冲带，避免退休金断崖式下跌。2014年到现在正好10年，那10年过去了，养老金并轨并得怎么样了？2024年10月，这场持续10年的改革终于收工。表面上看，所有人都纳入了统一养老体系，但现实中的差距依然刺眼。我邻居张阿姨故事就很典型，她退休前在国企当会计，
每月养老金3800元，他妹妹在机关单位当科员，退休金6800元，造成差距3大隐形因素。就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差距？都是一样的交社保，都是当地的社平工资，为什么一个退休金是3800，一个是6800，差了将近1倍？第一个，缴费基数差异，体制内单位普遍按实际工资顶格缴纳，私企往往按最低标准交，就像存钱罐，前者每月存100，后者只存30块。二，职业年金加持，机关事业单位强制缴纳职业年金，这个职业年金就是单位交 8%， 个人交 4%， 这笔钱完全进入个人账户，而企业年金覆盖率不足 10%， 多数私企员工根本享受不到。工龄计算优势，体制内工作稳定，30年工龄是常态，私企员工跳槽频繁，经常出现社保断缴，就主要这么3个方面导致了你在私企上班，在企业上班，你的退休金比那个在机关单位的那就少一半。并轨后的新困境，现在去机关单位看看，年轻公务员每月工资条上养老保险后扣着肉疼。省直单位的小王跟我说啊，现在每月要缴 12% 的养老保险，加上职业年金又扣 4%， 工资还没发到手就先砍掉一大块。而企业职工这边，很多人为了多拿现金，主动要求公司按最低标准交社保，外卖骑手老李算个账，我现在每月交800，退休后估计能拿3000，要是按实际收入交，每月得多扣1000，退休金也就多拿500，不合算。更棘手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，农村王大爷每月207元的养老金，只够买10斤猪肉。虽然国家每年都在提高基础养老金，但要从55元涨到现在的143元，用了整整15年。而胡一金老师涨300块，那就是1年的事。农民从55涨到143，用了15年。未来的养老拼图，也就是说，专家测算要维持体面的退休生活，养老金替代率，这就是退休金比上退休前的工资，这叫养老金替代率，至少达到 70%。而目前我国企业职工平均替代率不足 45%， 机关事业单位约 80%。 想要真正实现老有所养，可能还要3管齐下。这专家说啊，第一，打通职业年金普惠通道，参考公务员制度，强制企业为员工缴纳年金。二，实行多档位自由选择，像买理财产品那样，让打工族能自主选择缴费档次。三，发展个人养老金账户，用税收优惠鼓励年轻人提前储备。这就是个人养老金个人账户。实际上大家想象一下，站在超市的这个价签前面，退休教师可以淡定的往购物车里装进口牛排，企业退休职工却要反复比对促销标签，而农村老人只能挑最便宜的临期食品。这个场景啊，或许就是养老金改革最现实的注脚。但并轨啊，消除了制度性不公，如何填平历史积累的鸿沟，将是更艰巨的课题。这个养老金本质不是数字游戏，而是每个人晚年的尊严保障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养老金并轨之后，公务员和企业退休的还有农民差距这么大？我们先说企业和公务员之间的差距。专家说他们是刻舟求剑的，他把企业职工跟公务员一对比，发现你企业年金交的少，公务员个人交 4%， 单位给他交 8%， 你企业都没有企业年金，企业年金覆盖率不到 10%， 大部分企业都不交这个，所以让企业把这块交上，那你职工养老，你的养老金就多了。你看似乎理论是成立的。第二个，公务员都是按工资实打实的交社保养老这些东西，但是企业都不是。这个大家都知道，企业说给你工资1万2万一个月，但是你给你交社保不是按这个交，很多企业都通过合同固定工资，基本工资比如说4000，他那个4000就是当地交社保的最低工资或者叫标准，他就按最低的去给你设计个工资交，剩下的都是什么各种补贴、各种奖励、奖金，总之发到你手上，你感觉好像2万块，
但是给你按交社保的时候按3000交的。那专家也说了，你看你就得按2万交，你看人家公务员拿多少钱就按多少钱交，所以这2项一下就导致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只有公务员的一半。那怎么解决？让企业把这块补上。专家的理论表面上是通的，但实际上是执行不了，因为现在企业本身就负担非常重，大部分企业都是濒临倒闭状态。你这个时候让他再提高社保缴费比例，缴费的工资，再让他交企业年金，实际上你把这个转嫁给企业，那企业只有倒闭，不赚钱吗？企业一倒闭，你就业更难，就业更难，这些人更交不起社保，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？现在是要给企业减负，让企业多招人，多养人。你现在增加了养人成本，那有人就说了，那公务员为什么能全发，能够按照实际工资来交社保，什么年金都交齐了？那当然了，因为他花的是比谁的钱？他花的是大头的钱。这就是加头老师、薇薇老师他们所推崇的，把大家赚的钱放在一个地方，由这些人去花。那他当然足额给自己交，很多公务员还不愿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公务员工资恐怕不是太高，扣掉4%的年金，他觉得交多了，但是他也不想一下，你扣4%，从你个人账户里面工资里面扣4%，全国人民给你补8%，这是有杠杆的，你交4%，全国人民替你交8%，这12%都是你的，这还有什么不合适的呢？花了谁的钱？那要是我当然会足额缴，反正是大头的钱。企业不一样的，企业都是私人的，你所有的社保方面的提高都是老板在承担，他如果承担不起，那就关门。所以你看并轨想法是好的，但是简简单单一并轨，你发现差距还是在，而且这种差距纯粹是人为的。机关单位退休金7000，普通企业退休金2000出头，农民200，有的地方还140。如果仅仅并轨，我觉得还是不行。我觉得退休金的差距这么大，说不过去。从现象上说，从结果上说，这是不对的。退休金是给你安度晚年的，是一个保障。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、就职在职的时候，你的工资稍微高一点，这个可以理解，因为你干的活多，你承担的压力大，你的贡献大，好，你的工资比别人高1倍，可以理解。退休了大家都一样，为什么还有这么高的差距？不能否认退休应该有差距。你过去上班的时候，你工作的时候，你做的贡献多，你退休金稍微高一点，可以理解。但是差了好几倍，跟农民差几十倍，这是人为造成的贫富分化，所以光通过并轨解决不了。那怎么解决？实际上咱们一直说，根据各个地方平均工资，退休金参考地方的平均工资，取一个数，比如说地方平均工资5000，大家退休金超过5000的就不要涨了，或者每年象征性的涨0.1，就是退休金越高的涨得越少，退休金越低的涨得越多，应该采取这种倾斜办法，尽量把退休金差距缩小。这我一直举例子，就是胡一金老师退休金2万，你每年给他涨个1000，应该涨600%，3%。胡一金老师他不知道这600能干啥，他没有太多的幸福感、获得感。但是你想把胡一金这老师600分给6个农民，他就可以让6个农民获得幸福感。他们本来的退休工资就是一个月才100多，你给他一下加100多，加100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所以说退休金越高的涨幅越少，退休金越低的涨幅越大，只能通过这个方式来把他们缩小他们的差距，渐渐的弥补，而不是说把包袱负担转嫁给企业。你转嫁给企业，企业就是倒闭，那会造成更多的问题，你连工作都没有了，你不要说养老了。去年开始各个地方都在提高养老金缴费的基础，深圳、苏州，关键提高之后呢，他还让你补缴，他不是说从下个月开始，他告诉你从去年9月份开始或者去年7月份开始你就得补缴，还得完全补，这个给企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，这很多企业就干不下去。不管企业现在因为经济形势不好，大家收入都在下降，大家收入一下降，你社保缴费比例还在提高，对吧？缴费的基数一提高，我们每个人实际交的钱就会增加，你收入没增加，交的钱增加，大家就苦不堪言。刚才说了，企业一旦倒闭，很多人就变成自由职业者，那怎么办？
就目前这个经济形势，大摩预估中国的社保将降50%以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降，很多年轻人他真的不买了，他买不起。他如果上班了，他就买，单位给他扣。他一旦不上班，本来也便宜点，人家还叫灵活就业、自由职业者，他还去买。但是因为你现在太高，人家干脆不买了。确实有这个现象存在。当前社保起步费用在1400到1800，各个地区不一样，这样的费用对于自由职业者承担实在太高。你比如说快递小哥、外卖员，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？每天跑100多单，一个月挣个5、6千。如果要交1500的这个社保费用，他还有多少钱？再交房租，再吃，所剩无几。所以这个费用对自由职业者实在太高。当今这个社会很多地方工资2、3千非常普遍啊，非常多啊。你让这些一个月拿2、3千的人还要交1000多的社保费用，这个确实负担太重。所以说至少这个社保费用要降1半以上，否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交。他不是说这个社保不好，是实在是承担不起。实际上在城市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家庭，都是双职工退休。我有个亲戚就这样，男方是在企业退休，是一家国企，女方是教师，他们都70、80了，退休有些年头了。他们俩人的退休金就是差1倍，一个不到3000，一个将近6000，工作年限一样。在企业退休的、国企退休的，反正不到3000块；教师退休的将近6000。哎，这就是活生生例子，老两口。实际上这个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削尖脑袋去考公务员，跟这也有关系，混个保障。这种你不能不说有些不公平，这种不公平得想办法给它消除。如果不消除，久而久之啊，必然会出事。关于农民的养老，咱们说的太多了。农民的养老金每年5%、8%、10%增长，有什么用呢？它的基数太低，才100多，你涨50%才涨50块，从55块涨到150，用了10几年。最后我再强调一下啊，如果你有条件交养老金，我是建议你还是要交，不管你现在什么状态，你是失业还是工作，因为养老金实际上就是给你以后一个保障，它比存款更加安全。当然它是未来的一个保障，你现在就要花它不行的。为什么说比存款要安全？因为它还抗通胀。你刚才不说了吗？养老金是每年还有增长，你存款存在那儿，那就是个数字。说你现在每个月你交1000块钱的养老金，你和你每个月往银行存1000，等到你退休的时候，哪个收益更多呢？不用说，你交1000块钱的养老金，你这个收益是最多的。所以这些不需要再多讲。但是如果你说我现在吃饭都是问题，那就没办法了，你总不能借钱去交养老金吧？当然有人就说了，养老金要亏空。现在你看看，我们现在交的钱是现在退休的人他们的退休金发给他们了，等到我们退休的时候，谁给我们交钱呢？人口断崖式下跌，这些问题看似是个问题，但实际上你不用担心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叫两害相权取其轻。你除非你说你润了，你移民，你去国外了，那不说了。只要你还在国内，养老金反而比存款的安全系数还要高。有人担心养老金暴雷，我们假设一下，养老金暴雷，那你说说你还有什么没有暴雷的？你的存款你以为不暴雷是吗？养老金都爆了，你存款还能保得住？你说我把现金留在家里，你想的太多了。有人说那我换黄金总爆不了，有用吗？黄金你能拿出来流通吗？你能买东西吗？一旦出现养老金暴雷那种极端情况，你的黄金到时候央行给你发个通知，黄金300块钱1克回收，其他的交易都是非法，抓到要坐牢，你还能怎么着？那你只能把黄金埋在土里面埋下去，以后过200年不知道谁挖走了。就是说如果你都想着养老金会暴雷，那你叫倾巢之下安有完卵，你还有哪个渠道是安全的？没有安全的，除非你润出去了，那就另当别论。这就是我一直说的，你这样有条件你就交养老金，比你存款还要安全。你难道没有看见养老金在胡适这个收益年化复合收益率是10%几？什么概念？不是他投资水平高，你可以理解成奉旨割韭菜。现在的养老金有问题，这个差距比较大，有很多不公平，但是他跟你交养老金这俩不矛盾。如果你没有养老金，你想象一下你退休以后你有多惨，
你是个累赘，你到哪儿都是累赘。如果你有子女，子女很有可能因为你，没有养老金，他连婚都结不成，相亲都相不上，谈对象也谈不了。如果没有养老金，你以后生病，那都是给拖累子女啊。当然了，你说我是富豪，我有的是钱，那另当别论。如果你现在失业，你手头上有点钱，那你就按最低档的灵活就业去交，先交上。在养老金的计算里面，我的印象，因为我不具体去算，但是我的印象是，它给你的年限，就是年限这个系数的权重是最大的。理论上你交的越长，以后收益越高，所以你就要按那个最低档的灵活就业先给它续上，以后等翻身了再说。你不能等到他退休金一切都公平了，你再交，那不是晚了吗？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。